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西滨彰化段区间测速有重大，这罚单全部来撤销。彰化县省道台61线西滨公路区间的测速，3月初2正式来启用，但是测速的系统重大了。有驾驶人时速驶91公里，却收到105公里超速的罚单，罚款3000，是起价提出着申诉。即摆确认是这个软体来重大。彰化县的警方决定，3月初2到4月25这1个半月以来开出的罚单3627张的红单，全部来撤销。各县市启动机伫第61号线彰化上北路段，和区间测速器协调，准咧开罚单。罚单写讲秒数是305秒，时速105公里，各县市立法冤枉。那一天我还跟我朋友一直同行，而且我是一直跟在他后面走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只有我被开单，然后他没有被开单。行车记录器证实讲，动机通过时间差不多是353秒，时速91公里。警方将这个机器送检，发现讲这个对时系统伫4月初3以后差40几秒。本来警方计划撤销4月初4到4月25所开的1379张的罚单，也不过消息一直放出来，提出申诉的民众是愈来愈多。考量民众的权利3月2号以后所举发的这些区间测速的超速违规也决定来全部来办理撤销。那我们全部撤销的罚单总计有3627件3627张的罚单拢撤销，国库嘛减收几千万块。针对已经纳钱的民众，监理站卖退费。区间测速系统实施5个月就出现问题，警方要求厂商赔正落时间寄罚单的工本费，并且将机器送到公证的单位去检验，调整了会阁重新安落好。这段期间，警方会实施移动测速的执法，呼吁驾驶人唔通超速。